我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来报告，这几句话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很重要，非常重要的重要。佛陀在《阿弥陀佛秘密神咒经》里面有提到说，阿日是十方三世佛。你看上方、下方、东西南北，所有的十方三世佛，就过去的佛、现在的佛、未来的佛，都在这个阿日里面。所以你说我要拜佛，你就念阿弥陀佛，已经全部包括在里头，阿日就已经包含在里面了，已经拜到圆满了，一个都不缺漏。密日一切诸菩萨，密这个日是一切所有的菩萨，不管他是从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到11地菩萨，全部所有的菩萨都是在这个密日里面的。所以你拜阿弥陀佛的密，你已经所有菩萨你都拜到了，你已经都拜齐全了。陀日是8万诸圣教，是所有84000法门里面这些圣者修行的教义法理，他的方法，所有修行的总持，全部都在这个陀日里面，所以叫做8万诸圣教。佛陀所教你的一切道理，一切修行的方法，做人的根本啊，这个原则，全部都在这个陀日里面啊。3日之中是记住的，阿弥陀这个3日之中是记住，全部没有缺漏，圆圆满满的，都没有一点瑕疵。所以各位，你看为什么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所有的佛都拜到了，所有的菩萨也拜了，所有修行的法门也都修了，所以才叫做阿弥陀佛。佛就是这一尊佛嘛。所以你看这3个字有多重要，这是释迦牟尼佛解释给我们听的。所以我们就由这3个字当中体会到说，哦，佛太慈悲了，他的功德全部把它浓缩集中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里面。你只要称念，你有资格，你有条件可以去往生。为什么？因为阿弥陀佛的生命就在名号里面，阿弥陀佛所修持的功德化成这6个字，就免费的、没有条件的布施给你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？原因在这里。阿弥陀佛包天包地包山包海啊，包过去包未来啊，所有你一切功德的结晶就在这个阿弥陀佛里面。所以这个4个字非常的重要，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。而且我们呢，随时随地一心的念阿弥陀佛。如果你能秉持这样的一个观念，以后跟阿弥陀佛呢心心相印，阿弥陀佛要将他的名号布施给你，你怎么样跟他关系把它建立起来？就你顺他的愿，他要救度念佛的众生，你念他的名号，他来救你，你能够知道这个道理，当然我愿意他来救啊，对不对？众生习气太重了嘛，在轮回无穷无尽的这种累劫罪业当中，各位，我们如果不靠佛的力量救度，我们一回再一回重新堕落，笃定了，你不需要怀疑的。那时候你要等到何年何日何时才有机会翻身呢？很困难的。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道理，赶紧念佛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一定要注意啊！今天借这样因缘来告诉大家，希望我们一起努力。阿弥陀佛。